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捷运小港林园线从去年动土后，在今年11月初才正式进场施作。而随着捷运延伸线货柜专用道的陆续动工，沿海路交通恐怕会是地狱级别的拥塞。多位民代呼吁市府捷运局及早加强配套跟交管，减少对往来民众交通上的冲击。但是没想到动工典礼跟动工足足中间有1年的时间的等待期哦。那这1年期间的等待期呢，市政府其实更可爱，是做了一个联开办公室，总经费533.11亿元的高捷小港林园线，在2022年动土剪彩后，终于在1年后的11月初正式进场施作。第一阶段土建标从既有的 R3 小港站开始，沿途经过沿海1路到3路，直到小港区凤鼻头公园为止。施作长度为6.35公里，路线上将设置有3座地下车站，分别是 RL1、RL2 以及 RL3等3座。中午时分，沿海路上排满了大型货卡车，不是等着排队进工业区，就是要进入高雄港第7货柜中心，等着交领货柜。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忧心表示，虽然小港后段捷运线才前墩工法，但整体工程会占据既有车道，沿海路周边又是工业区，加上又有货柜专用道的动工，以目前沿海路的交通情形，恐怕将会是地狱级别的拥塞状况。我们才刚讨论到，就是说，这个货柜车的专用道拓宽的问题，下一个阶段要面临的，竟然是我们的捷运林园线现在要开始开工了。那开工到时候的站体在小港地区有2个，一个是在唐荣铁工厂，另外一个就是在凤鼻头的三角公园。那这2个点呢，其实距离不远。那我又都是这个工业区里面很多的大型的货柜车跟我们上下班车子非常多的地方，你好不容易才完成了这个货柜车专用道的拓宽，结果呢，下一个要面临的就是这个站体的施工的部分，又要占据很多的空间，塞车一片的时候，小港林园线再次动工，那沿海路的交通会不会是完全的暗无天日？我觉得这点都是市政府要去面对的。另外，林园当地市议员王耀玉则提醒捷运工程局，未来从 RL6 站开始，捷运行驶将从地下转爬升为高架到 RL7 站，滨海公路台17线以及周边社区交通，是否要特别注意及早因应，降低对地方上的冲击？台17线这一条路线非常忙碌哈，都是整个上下班族的，还有一些重型车辆，甚至洲际货柜码头的这一些大型的这些拖板车等等。那你在整个站体的开挖，会不会以后影响到台17线？这个在捷运局、跟交通局、跟市政府的道路单位要来做一个看怎么样部分的临时改道，因为你没有做部分临时改道，它整个站体开挖它是全面性的开挖。高捷小港林园线总长度有11.59公里，连接既有的高捷红线 R3 小港站，同时也串接了南北高雄产业园区，对于地方均衡发展将有相当大的助益外，利用大众运输系统，提高了交通安全，也降低了一定比例的行动污染源。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在高雄买卖房屋后，可能会收到税捐处寄来的退税单，但是因为没有申请却收到通知，难免会以为是诈骗。但高雄市税捐处出面回应，其实这是市府特地为市民所做的，会主动挑选符合退税资格的案件，寄发退税申请通知书。随着疫情过后，高雄的房市逐渐恢复，再加上近年热门的台积电和亚洲新湾议题，让近2年的修正期结束，也让今年的交易量可以回稳恢复，并且有不错的成长。近几年可能受惠于一些就是相关的议题，比方讲像我们高雄有台积电的议题，还有科技园区的那个科技廊道这一些相关的议题，还有高雄亚洲新湾区的规划跟发展，都逐步到一定的程度嘛。所以随着政府国际趋势趋于稳定，其实整体的那个成交单价跟总价都有提升。但是近期在高雄自住房屋买卖时，可能会收到一张退税申请单，可是本来没有申请，却收到通知，难免会让民众以为是诈骗。但是高雄税捐处出面回应，这其实是市府特地为高雄市民所做的小贴心。我们高雄市税捐稽征处本于爱心办税，为了民众的一个权益，维护民众的权益，我们主动跨机关合作，
运用国税局已经核准退还房地合一税的一个案件，我们来比对推出符合土增重购退税而还没有申请的一个民众，那么由我们主动来寄发这个辅导的一个申请书，那所以民众不用担心是诈骗。民众如果接获土增税自用住宅用地重购退税通知跟申请书，你可以选择临柜、邮寄，或者是扫描申请书上的 QR code 的方式，这个多元的方式来办理退税。土地增值税和房屋合一税，因为两者都是重购退税，常会有民众被搞混，所以高市府税捐区特地筛选符合资格的人寄售通知单，提醒民众不要损失自己的权益。但是退税过后，未来5年必须遵守3不1有原则，不然退税金额将会被追讨退回。重购地绘自完成移转登记之日起，我们要列管5年，那就是这5年期间，你要符合3不1有的一个原则，这个是方便纳税义务人记啦。第一个不可以移转，连赠与给配偶也不可以，就是重购地不移转，不做其他的一个用途，也不可以迁出户籍。如果你要迁出了的话，你要确保你有一个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的任何一个人是留在原户籍以内的。高雄的房价涨，近年房市也处在热点。虽然退税金额对比房价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把握权益帮荷包加点菜也是无不小补。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原本以全台最美鱼市场为亮点的高雄鼓山鱼市场，自南仁湖公司退出后，由汉来物业接手经营。然而，已经过了2个月，市场内外如同荒废一般。地方民代提出建议，未来经营团队可以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特色，好吸引更多团客游客重新造访。南仁湖公司9月1日退出鼓山鱼市场营运后，将由高雄在地汉来物业公司接手经营。2个月过去了，馆外花园杂草丛生，原本的完美打卡景点金鱼翅膀也已经消失无踪，只剩下几座留下的痕迹。馆外铁门关闭着，并且贴上了改装中不对外开放的告示。往内部观察，里头空荡荡，进驻店家也早已清空物件，搬走设备，只剩下些许的杂物堆置在现场。对了，我们也很乐见到，就是汉来集团愿意来投资整个鼓山鱼市场一个经营跟运作啦。那我想就是期许汉来集团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在产业的强项，那以及他们对于不管是在百货业来好，他们可以大概那一种对于一些流行产业一些嗅觉的，那有一些创新的概念，我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带进鼓山鱼市场的经营啦。可能很难预料，原本2年前风光开幕，并有着全台最美鱼市场称号的鼓山鱼市场，如今光环退却，人潮也不在。地方民代有共同看法和建议，希望未来营运业者可以带入专业管理，融合当地海港历史风情。最重要的，以鼓山鱼市场名称为大方向，带动起地方独有特色魅力，进一步吸引观光消费人潮。至于契约的内容有没有做到相关的限制，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它原本是鱼市场，也许它就是卖海产，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我相信，厂商也好，市府也好，我们也会督促它，让这个鱼市场，尽量是能够做到说，让大家认为那个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海边的地方。过去鱼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提供周边民众他们可以买鱼，那可以这个渔获交易的一个场所。这样，鼓山鱼市场有它的过去的一个历史背景那针对鼓山鱼市场这5个字其实很多民众当然会内心期待说，阿是不是经营一起牛啊？不过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汉来集团在经营的时候，他们可能必须要融入一个过去的一个在地的因素的一些历史故事啦，让整个鼓山鱼市场的背景可以让民众更为了解、更为知道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鼓山鱼市场也带动了当地哈马星的一个繁荣了那我想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在整个汉来集团下去经营鼓山鱼市场的时候，其实可以兼顾着第一个人文，那第二个整个市场，那第3个整个经营方向当地里长以及民代普遍认为，加强鱼市场周边停车场的运用，让搭乘游览车的团旅游客得以就近下车外，步行到约300公尺外的市场前，还可以经过并欣赏有台版威尼斯美称的彩色屋，都是可以规划争取游客的方向。期待新经营团队多加参考地方意见。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
大中和土地公文化祭开幕式暨甲辰科护国佑台5招祈福清教祈福活动在日前举行。这场中和力行福德宫的百年大轿，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担任正线官，并跟中和地方重要人士及来自全台湾各有功贵宾一同上香，祈求国泰民安。合掌恭迎。中和力行福德宫建功300年，甲辰科百年大轿护国佑台5朝祈安清教大典。今年土地公文化祭活动与力行福德宫百年大轿一同办理，有超过600间全国各大公庙神尊圣驾建轿。100尊土地公齐聚中和，让不同公庙和信徒有机会共同参与，盛况空前，可说是中和的年度盛会。众人祈求能够在福德正神的恩泽中，为社会带来和谐、国泰民安。今天是我们力行福德宫举办这个建功300年百年大轿甲辰科护国佑台5朝祈安清教今天是第1天咱来开香嘛，非常的遮侪贵宾来甲咱联合的宫来共襄盛举咱今仔日咱举办这个百年大轿，咱邀请咱全国台澎金马咱600间大庙大家来共襄这个共襄盛景大家这新尊600几尊在大庙的新尊来甲咱这来感召来祈求咱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运昌隆嘛来祈求咱全国的人民大家平安顺利。起来！起来！起来！侯友宜市长表示，今年适逢力行福德宫建功300周年，庙方特别举办护国佑台5朝祈安清教，邀请全国约600尊的神尊莅临，为国家祈福，规模堪为中和地区100年来的盛事。新北市大中和土地公有80几间公庙，尤其我们新北市的南山福德宫是全国最大的神尊，甚至我们的力行福德宫也有5尺2的金面天公座，也是全台唯一的。所以新北市的中和这个地区，可以讲土地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单点来讲，顾头、参头、参尾，土地公把咱顾到好，所以咱拢感谢土地公伫这个所在，把咱顾，把咱平安无代志。所以今仔日土地公文化祭，就是用一个感恩。谢谢保护咱这个土地的守护神土地公，谢谢他们照顾我们，谢谢我们的土地公神明照顾我们这一辈子，非常感谢。民进党立委苏巧慧表示，今天是中和力行福德宫建庙300年5朝祈安清教的大日子，整个地方都动起来。凡是能够为地方好的事情，所有的民意代表、行政官员，大家都会一起，希望把事情做好。今天是我们中和力行福德宫300年建庙，是5朝清教这久的大日子。我想整个地方大家都一起动起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长期在中和关心的江永昌委员，还有张维倩议员，甚至是张嘉玲议员，我们大家都会一起来。凡是能够为地方好的事，我想所有的委员、议员、民意代表、行政官员，大家都会一起，希望就是把事情做好。大中和土地公文化祭至今已迈入第12年，在许多公庙的协助下，规模1年比1年盛大。今年适逢力行福德宫建庙300周年，文化祭连结了盛大的教典，带给市民更不一样的文化体验。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新北2026蓝绿白谁参选持续引发讨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现在距离选举还有很长的时间，任何愿意来关心新北的人都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则说，今天是中和力行福德宫300年建庙的大日子，凡是能为地方好的事情，大家都会一起来，希望把事情做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立法委员苏巧慧11月3号上午都参加中和土地公文化祭暨力行福德宫100年大轿。侯友宜在接受联访时表示，
离选举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来关心新北市的任何民意代表，甚至包括在地很多跨区议员，也都来关心新北这块土地，他都是感谢，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面对新北发展，也希望中央的立委、地方的民意代表能够满满团结在一起，让新北发展会更好。真的离选举很长了，我都欢迎每一个人为这块土地奉献，不管是哪一区的立委，甚至其他外县市的立委。都愿意来为新北市做事，我马上做欢迎的。大概到底发表新北市404万的人口，需要更多人给我们的支持的力量。尤其最近财政收支划分法在中央在立法院审查当中，请给我们多多的支持。而出席的立法委员苏巧慧也同样被问到参选的议题。苏巧慧表示，今天是中和力行福德宫300年建庙，是五朝清教的大日子，整个地方大家一起动起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长期在中和关心的前立委江永昌、议员张维倩以及张嘉玲等，大家都会一起来。凡是能够为地方做好的事情，所有民意代表官员都会一起，希望把事情做好。今天是我们中和力行福德宫300年建庙，是五朝清教这久的大日子。我想整个地方大家都一起动起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长期在中和关心的江永昌委员，还有张维倩议员，甚至是张嘉玲议员，我们大家都会一起来。凡是能够为地方好的事，我想所有的委员、议员、民意代表、行政官员，大家都会一起，希望就是把事情做好。我在新北长大，新北就是我们的故乡。我服务新北也已经近10年，所作所为呢，不管是在国会的问政，或者是地方的建设，我想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也可受大家的公平。那现在我秉持同样的心情，想要为新北再更增添力量，让新北更好。那所有能够对新北好的人事物，我都欢迎，也会和大家一起努力。至于外界好奇的2026国民党谁来接棒新北市长，包括新北副市长刘和然也很努力的在跑行程，立委洪孟凯也跨区到中和来活动。侯友宜重申，离选举还有很长的时间，欢迎每个人为这块土地来奉献，不管是哪一区的立委，甚至是外县市的立委，只要愿意来为新北做事，他都欢迎。中嘉新闻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奥运羚羊配勇夺金牌，带起打羽球的热潮。不仅球馆场地费用涨价，连羽毛球也已经连涨3波。这回涨到一桶12颗羽球要价将近800元，增加球友的开销负担。甚至最近在体育用品店也出现强买囤货的情况。羽球是一项热门的运动，尤其是在奥运过后。不过这颗球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3次，以目前市占率最多的2、3、4号球来说，全涨100元，从原本的500多元一路来到10月的770元，算下来一颗球要70元。一粒球若伫50块左右，大概平均来其实都会使接受，我即马700几块，现在一粒球要到70块，系啊，搁一粒球一个便当的钱。之前拍差不多对200几块开始拍，即马拍到500-600块，700块的球拢有，所以差多济，差要2倍啊。也气候啦，还是讲它的品质本身质量较不要好啊，你留啊稍微有一点点打没有几场，它就坏掉了。羽毛球算是消耗品，也没替代品，就算跟便当一样贵也要买，但会涨这么凶，还是跟在大陆生产有关，而且是用鸭、鹅的毛制作。体育用品业者推测是受到禽流感影响，可能他们对就是养殖业的养殖方式啊，或是甚至于最后的屠宰方式的改变，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影响到某片厂的产量。在原厂，就是台湾这边的代理商，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货的。他们说要涨，就大家就一起涨这样。以前每天打，现在可能就1个礼拜打3次。这波涨价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最近就出现了强买羽毛球的情形，不是球团一箱箱的搬，就是个人要来大量的买，因此有店家祭出限买令，避免囤货的情形发生。记者陈怀台南报道。
配合台湾设计展在台南，临近展场的台南永乐市场由经济部商圈美学设计加值计划补助，招牌已经全部换新，小巧复古的设计感成为新亮点，并且在日后还将统一制作雨遮，让市场老街展现全新风貌。来到国华街永乐市场，虽然非假日，不过仍然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到场，四处品尝他们心目中的台南美食小吃。眼尖的游客抬头一看，所有的招牌都焕然一新，统一的尺寸和高度，图文又极富设计感。虽然整齐一致，不过也引发游客不同看法。就是可能觉得每一家的特色没有凸显出来，就会觉得虽然比较有一致性啦。我觉得很有设计感，而且有一致性，这样这个市场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杂乱。整体我觉得就是很一目了然啦，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来，就是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一间是属于什么的店这样子，对。由政府所管理的永乐市场，对店家来说，他们认为不管怎么换，只要是政府花钱，讲白了，有客人来，有钱赚就好。所以普遍来说，评价都不错，甚至希望整条国华街都一。国华街像它已经变成整个很台南的这个观光的很景点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整体改造的话，一定会比之前还整体看起来较水。太漂亮，比较有那个观光街的那个感觉。永乐市场因为2017年曾登上日本知名杂志封面，加上位于观光以及战区的商圈，所以这回配合10月台湾设计展，在经发局和市场处的协助，向中央申请商圈美食设计加值计划，用统一的招牌来打造全新风貌。最近就是一换，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招牌之后，其实大家都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看到很多的观光客或者是在地的店家也都会拿起自己的手机，把这个记录，或者是说再一次的去把它做这个拍摄，让大家的这个记忆被唤醒，甚至说崭新的一面，让大家再一次的喜欢逛国华街。根据了解，这回国华街大约有40间店家参与，也让老街有了新的亮点，话题不断。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1年1度的台北国际旅展在南港展览馆热闹登场，基隆市政府携手在地的美食伴手礼跟观光业者，在基隆馆行销特色亮点，吸引许多逛展民众来参加活动，认识基隆。在我们这个设施100的活动里面，来到我们基隆的海洋广场。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晚上的几点到几点，每一个整点都会有我们的雷射灯光秀。准备好，1、2、3，要先大喊基隆，1、2、3。好，有比较大声一点的。好，这一队穿的这个浅咖啡色的，请问标准答案是几点到几点？5点到9点答对了，都有我们雷射的灯光秀。我们这次基隆馆呢是主推我们基隆的设400年的系列活动。那我们系列活动呢也会从我们基隆100年光影盛典这个活动开始启动。那除了活动之外呢，我们这次也带了我们基隆很多特色的店家哦，包含伴手礼、美食、咖啡，还有我们像和平岛地质公园，那以及我们台湾好行都有很多现场特惠的一些活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今年携手多家在地的美食、伴手礼与观光业者，一起参与1年1度的台北国际旅展。基隆馆主推设市100年的系列活动之外，还有全馆消费满500元可以参加有趣的抽奖。舞台上还有有奖征答活动，吸引许多逛旅展的民众来到基隆馆参加。2、1，好，我们再试一次哦！你看看大航海客馆就有机会拿到礼物喽。好，再试一次，3、2、1，好，我们这边的姐姐，请问呢，我们这只可爱的吉祥物的名字叫做？好，可以再帮我大声一点吗？好，谢谢我们可爱的姐姐。我们现在也主推文化知性之旅哦。那欢迎游客来呢，可以先到我们的基隆塔，里面有远见人文书屋，还有空茶屋。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哦。那现在也有特色餐饮进驻。那接着我们正滨色彩屋、原住民会馆，还有我们阿根纳造船厂，那以及我们最知名的和平岛地质公园。那晚上可以来到我们基隆庙口夜市品尝美食。
基隆馆透过各项活动与宣传，欢迎民众能来基隆1日游或2日游，深度体验基隆的自然风情与文化魅力。此外，基北北桃也利用这次旅展，联合推广北台湾的观光亮点，透过合作的力量，带动观光旅游商机。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台北报道。来台跟中华队进行12强赛前热身赛的捷克棒球国家代表队，在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以及立法委员吴沛憶等人的邀请下，特别到万华龙山寺参观体验台湾文化。球员们还在导览志工的教导下，拿着护身符在香炉上绕3圈祈求平安。捷克棒球队总教练哈丁特别赞许台湾人民跟球迷的热情与友善，让他印象深刻。尤其两国人民都热爱民主，也喜欢棒球，相近的价值观让两国的友谊更加坚固。在龙山寺导览志工解说下，捷克棒球队成员学会将玉手在香炉上绕3圈，以祈求平安与福气。在与中华队完成2场世界12强赛前热身赛后，中华职棒会长立法委员蔡其昌与吴沛憶共同邀请捷克棒球国家代表队到知名庙宇万华龙山寺参观。职棒大联盟也举办了台湾跟捷克的国际交流赛，然后礼拜6我有进场去现场看比赛，然后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捷克的球员是披着台湾的国旗进场。那因为我听到中职说，他们除了比赛之外，在自由的时间也希望可以安排捷克的球员来台湾走访，就问我说，在台北的话来万华好不好？我说非常棒，因为万华有台湾最传统的文化，然后也有最好的美食，所以也很感谢蔡其昌会长，他有交代我说，这个台湾美食小吃在绝对袂使输的，一定要把我们满满的热情诚意来让捷克的球员感受到。蔡其昌、吴沛憶及林楚英也与龙山寺董事长黄书伟共同致赠挂包、青草茶及玉手等在地纪念品给捷克棒球队所有队职员。其中这个玉手更是由万华在地手工艺品业者特别制作，象征台湾与捷克的坚固友谊。你也是台湾，然后这边是捷克，然后上面有棒球。我们这次也特别的制作，跟万华在地的手工艺店家特别制作了捷克专属的平安符。希望让他们未来的比赛都可以顺利。那他们也很好奇，因为我问他说，捷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护身符呢？他说通常是没有。那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可能是类似像十字架。所以刚刚龙山寺的导览老师用英文来教他们，用左手来过炉，来取得幸运跟保平安。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文化的体验。那台湾跟捷克这几年，除了在体育之外，在经济科技各方面，我们都很努力来跟捷克建立友谊。因为捷克是台湾在国际上面非常宝贵的民主伙伴跟盟友。那我们也很感谢他们，尤其是这次捷克队的总教练，他说台湾跟捷克是共享着对自由跟棒球的热情。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好的友谊。然后刚刚我也跟他们讲说，以后有空的话要常回来台湾。那这次没有吃到的小吃因为他们隔天就要再去日本比赛了，我说下次来一定带他们去一起去吃。仔细聆听导览志工对龙山寺供奉神明与建筑风格的介绍，捷克棒球队总教练哈丁表示，台湾民众与球迷的热情与友善让他印象深刻。他也强调，捷克与台湾有相近的价值观，就是热爱民主与棒球。More unbelievable for me are people here, not just fans, but people here. So nice, so hospitality, great, and the people, fans, players, coaches, and other people around here. I feel that my country is close of Taiwan country. For us, we have similar value and great things for us, democracy, and for me personally, baseball. And I see people here love democracy and baseball. That's why I love being here. 身材高大又有帅气脸庞，捷克棒球队一行人现身龙山寺，也吸引许多信众与游客的目光。目前在世界棒球排名第15名，在欧洲更高居第3名。捷克棒球队的实力不容小觑。在与中华代表队完成2场热身赛后，捷克队紧接着将到日本进行交流赛，协助中华队与日本队备战12强赛事。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桃园市立美术馆原先在八德置地广场5楼设置儿童美术馆展览空间，
在日前推出最后谢幕展《玩具异想》，邀请8位艺术家将玩具转化为艺术作品，主题横跨卡曼角色、自制机关，再到钢弹，还有乐高拼贴，再加上现场体验跟4大工作坊，带民众从不同角度欣赏玩具。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15号，馆方欢迎大小朋友们携手一起体验玩具创作。仔细看眼前的庄严佛像，其实是知名的动漫角色。桃园市立美术馆原先在八德置地广场5楼设置儿童美术馆展览空间，在日前推出最后一档展览《玩具异想》，邀请8位艺术家把大家熟悉的玩具转化为艺术创作，主题横跨卡曼角色、自制机关以及重组钢弹和乐高积木等形态，十分精彩多元。再加上现场的体验区和4大工作坊。策展人希望能借此让参访的大小朋友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玩具，了解什么是创造和艺术。玩具异想这档展览呢，是以玩具为主题所策划的展览。那为什么会想要以玩具作为主题？主要是因为玩具是小朋友所熟悉的物品，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来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以小朋友比较熟悉的元素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来引导小朋友进入艺术作品的世界当中，作为认识跟理解作品的起点。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去观察这些作品和玩具之间的关系，它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进而去思考艺术家是如何将玩具转化成艺术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想告诉我们什么。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化的过程，这个创造的过程，让玩具成为艺术。那藉由认识这个过程，我们希望可以让小朋友比较容易的去了解什么是创造，以及什么是艺术。展览开幕当天，8位参展艺术家也齐聚一堂，各自为大家解说自己的作品与创作理念。其中艺术家杨梦里表示，因为自己喜欢卡曼，因而把卡曼角色和宗教神像做结合，雕刻出的作品不仅充满反差感，更反映两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可能是不相上下。我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我最喜欢的题材，所以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每天可以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于都不用休息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作品。普罗大众的就是卡曼，然后呢，最庄严严肃的神佛2个结合，这2个因素是不一样的。当2个不一样的那个材质因素结合的时候，它会撞出火花来。好，这个火花就是艺术，对，那种感觉，它是一定会引起我们观者的一种震撼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看到它，你会一开始会觉得，它是怎么样的出现的。另一位艺术家林俊斌则选用本身便具备文化意义的钢弹模型作为创作素材，把模型零件全部拆开，并重组成其他的符号和文本，希望借此来思考文化生产背后的矛盾与脉络，但也让他一度被钢弹玩家排斥谩骂，差点买不到模型来继续创作。就是寻找一个材质，就是它不是木头，它也不是金属，因为这些都是原生材质，你要去对这些原生材质去创作它才有意义。但这材料其实它在2战之后才有的，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把它放在桌上，它就已经叙述了这个时代了，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文化象征在这个材料里面。那我要如何去破坏它的文化象征？对啊，所以我就是把它买回来，把它拆开来。这一件其实是就要如何呈现文本盗猎。我选择梵谷，并除了它知名以外，是因为可以最广泛的触动到很多人，因为大家都认识它。对，然后接着再把小动物放进来，小动物有很多的动作，你会开始根据小动物的行为，去创造自己的故事。你把这2个材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为什么。对啊，然后当你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就进入到我要占据它的重点。随着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青埔本馆在今年正式开馆营运，未来8德之书空间也将走入历史。而玩具异想这档展览便是最后的谢幕展，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15号。馆方欢迎大小朋友们前来走走逛逛，欣赏当玩具转化为艺术有什么不同的风貌。记者李涛报道。
2024第8届国际青年创意美学竞赛吸引15个国家、51所学校，超过2200名技职学子参赛，让同学们展现精湛的技艺，不仅能切磋交流，也能跟业界接轨。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2024桃园第8届国际青年创意美学竞赛在绿光花园隆重登场，吸引15个国家、51所学校，超过2200名技职学子参赛，邀请各行业专家评审，让同学们展现精湛的技艺，还邀请许多老师跟大专学生演示分享作品与技术，不仅能切磋交流，也能跟业界接轨。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名媛彩妆，是它的内容是要画好一个完美的底妆，清透的感觉，然后再用简单的色彩去做搭配，呈现出模特儿的气质，还有它的散发出的魅力，就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让我更知道说，看似好像没什么颜色，但其实全部都是技巧，就是让我觉得这个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另外，也邀请专业立体野生眉老师现场示范低饱和野生眉，顺着自有毛流打造近乎天生感的野生眉。老师表示，这样的比赛不仅能互相交流，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最新的美容技术。顺着自身的眉毛的那个排列，然后再来自身的眉毛的一个特征去做一个设计，然后在哪你注意去看它这个我这个 model 它本身自己没几根，自己真正的毛没几根，那我们做上去的根本分别不出哪一根是自己的，哪一根是做出来的。像以前做眉毛，大家会觉得说，反正做完眉毛感觉就会像蜡笔小新，会很突兀。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在这边做，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原来现在做眉毛可以这么的自然，像自己的眉毛一样。志平高中美容科的同学也将毕业制作带来参赛，利用回收铝罐手工制成的花朵跟造型，为服装带来不一样的美感。同学坦言，制作过程真的很辛苦，但是看到成果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利用那个废弃的铝罐，包括可能饮料罐啊，或者是家里爸爸妈妈喝的啤酒罐之类的回收，他们要经过清洗、晒干，然后磨整、去色，再打磨、再造型。然后再依照我们的整个造型去做花瓣跟大自然的设计，然后再依照我们有10套的设计，所以要有10个不一样的模式去展现这样子的整个饰品设计的方面。最困难就是我们要磨很多铝片，然后很容易引起就受伤之类，然后手也会流血。做出来成品之后，当初也没有想过说会做成这样子，但是做出来就很有成就感。果冻花比赛也非常亮眼，来自新加坡的专业评审老师邱美薇不仅带来示范作品，也表示今年的参赛作品都很厉害，也展现许多新的技法。不只是比赛，也让他们吸收到很多的创意养分。今年的作品是非常精彩，有很多技术跟技巧。果冻花不只是在果冻里面打花，其实还可以变化出各式各样的款式跟设计，然后今年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技术分享。今年我比较特别的是有现场打那个果冻花，所以我今天做的是玫瑰花主题的。各式各样的不同选手身上，我们可以去了解更多的技术跟技巧，然后我们看到不同的作品，会启发我们不同的想法。这次的比赛相当盛大，桃园市议长跟教育局副局长也都特别到场，表示这样的比赛可以让多元领域交流美学，也让学生们的才艺有舞台可以展现。让我们这些选手这些好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展现他们的这个才艺。我想透过大型的比赛不只是可以展现，就是说他们的才艺的一个成果，同时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比赛来激励我们这些选手们，他们能够创新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得到更高的一个境界。这已经是桃园年度的整个技艺竞赛的大事。那这样的比赛除了对技艺教育有所提升，让孩子的表现被看到之外，也对桃园的美学的教育
有所让大家能够更看得见看得见孩子的创意发想跟创作。那也透过竞赛的项目，包括美容美发，包括厨艺，包括工艺的妆容这些等等我们让我们这些技艺教育的孩子的多能的表现受到瞩目，受到肯定。第8届国际青年创意美学竞赛不仅是比赛，更是国际产学界的交流跟合作。各参赛者互相观摩、启发灵感，共同促进产业界的发展与创新。同学们也能借此跟业界接轨。记者赖伟一头报道。唐氏症基金会公益品牌爱不啰嗦在台北车站地下广场扩店，提供糖宝宝制作的在地食材手工饼干以及专业的手冲咖啡。艺人李千娜也特爱这家产品，化身为美食导游，带领大家探索美味，同时以行动支持糖宝宝。来的，对，今天早上才送到的。哦，这可以吃的，对，这是原味的。这就是吃了，然后就会一口接一口吃不停。对，这是早上才送来的。这口是北车限定，然后这个的名称叫做拥抱世界。北车限定，然后是宝宝纯手工做的烘焙饼干，然后中间就是软糖。艺人李千娜吃着饼干，化身美食导游，带领大家挖掘美味。她担任唐氏症基金会爱心大使，在公益品牌爱不啰嗦台北车站店宣传在地制作的精致美食及专业手冲咖啡，同时希望民众做公益，以行动支持糖宝宝及身心障碍者。其实我觉得支持爱不啰嗦不只是做公益，而且我觉得你希望可以大家都用行动来支持糖宝宝，因为像我常常就会去台北车站那个他们在烘焙坊那里的糖宝宝们，我们在看他们制作那些饼干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他们很用力在生活，然后每天都很开心在做他想要做这件事情这样，我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很心疼，可是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好努力，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很辛苦制造出来，跟它里面充满了温暖跟他们的喜悦，以及我觉得那是爱心的成分很多。每次去看到，不只是自己会开心，然后如果能用行动支持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得到更多。就是不只是他们直接制作这件事情开心之外，我觉得是用公益支持他们，他们会，我觉得会更富足。然后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有多少能力，然后就帮助他们多少。唐氏症基金会公益品牌扩店，跨足台北车站百货商场，希望在这大量旅客与通勤族群必经之地，提供友善在地商品，并引领大众认识糖宝宝，进而凝聚更多有爱心的朋友。欢迎大家来买1秀1的咖啡，可以秀那个滑板带一个哦。我最拿手的是手工饼干哦。手工饼干是我做的哦，过来买哦。唐氏基金会除了服务全台3万多户的糖宝宝之外，其实这10几年来，所有障别我们几乎都有在服务。那不管从身障碍服务到配合政府少子化的公托亲子馆非营利，其实都是我们服务的整个一个范畴。那在这26年里，我们现阶段已经有74个服务据点。那从宜兰到高雄，那最远服务到马祖、释迦牟岛，其实都有我们的足迹。那12年前，我们看到台湾的很多的PU工厂，其实都是在卖爱心、卖怜悯。所以当初我们就请我们的季董3363的总裁季董6636的季董，然后帮我们来为唐镇的 PU 工厂来做一个品牌，所以当初就做出了爱不啰嗦。那爱不啰嗦的西班牙语就拥抱，就希望给糖宝宝一个爱，其实不要太啰嗦，一个拥抱，其实这样就可以。那也经历了这12、13年，那在台北、新北、桃园这几年，总共设立了4家的PU 商店的实体的一个店面，那也承接了新北、台北的一些身障碍的一个就业。
然后每年大概有100至200位的身心障碍透过就业媒合进入了职场，让这些身障孩子其实可以除了赚钱，还可以养家。我来到这边，我感受很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姐姐也有一位糖宝宝，今年已经35岁。很可惜，就是因为没有早期的像你这样的活动，外出跟交友，所以现在都待在家里。那就是我爸爸妈妈协助带。的确，有这样一个宝宝在，那是一个天使。但是相对的，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来讲的话，也是要花费很多的心力。那今天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益团体，然后成立这样的一个糖宝宝支持的一个行动，然后成立这样的一个这个店面，让这些糖宝宝能够走出来，然后有工作，然后能够交友，然后身心也能够健康。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也很感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微光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地。那我们当然我们台北公司也会配合来支持。那非常恭喜爱不啰嗦的公益店在微风台北车站的 B1 楼开幕了啊！那么我们跟微风慈善基金会、微风集团跟唐氏症基金会的认识跟合作，其实是从微风广场第1年开幕的圣诞点灯就结起了这样子的缘分了。24年前，我们在微风广场的本店，也就是复兴南路那边，我们就是邀请了糖宝宝来为我们做圣诞点灯的活动。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林董事长从这么的关心服务糖宝宝的一些从早疗皮肤工厂以及一些。就是教育训练，让糖宝宝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有平等的受教育以及训练的机会。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继续携手合作，让唐氏症基金会的糖宝宝们，以及很多的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教育以及一些医疗的一些服务。微风慈善基金会就是长期致力于儿童关怀的这些服务的项目。庆祝北车店盛大开幕，爱不啰嗦也推出限时优惠，包括咖啡与手工饼干买1送1，指定商品赠咖啡，指定礼盒享75折优惠等。选购糖宝宝亲手制作的手工饼干，还能品尝在地精选食材特制的口味，同时为弱势团体提供帮助。记者翁俊台北报道。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指导，俊逸基金会、台南青年志工中心、永康社大及赤谦、玉皇2个社区发展协会携手合办的防爆播音站守护家园暴力灾活动，带领社区长辈前往胜利电台录制广播剧。长辈们对于可以亲自体验录制自己常收听的广播都非常好奇，而且开心。透过报道带你一块来了解。麦克风不要太靠近，安尼铺麦，咱就是一个拳头，然后就是嘴爱对这个麦克风。第三，讲话要有感情。经过广播主持人苏芳韵老师的指导，社区长辈细细揣摩声音表情要领，不断蕊稿后，准备进入正式录制环节。开始。你昨昏为什么无回我的信息？这个啦，昨昏上无闲，袂记记啦。我感觉真好啊，真好耍。嘿，真好耍。嘿啊。这是第一届参加。第一届进录音室录音嘛。嘿，对。因为步兵唔捌录音这啊皮皮喘，啊话讲了天头。迄一届两届还阁无法度的啦。整个70几岁啊吼，哦，参加这个节目很好哎，真的哈，好啊，真心这个嘿，趣味，要互阮老人有工课通做。也免当入去录音室啊吼，录音安尼啦。较袂吼，有人通讲啊，较袂失智。防爆播音站守护家园报你知活动，除了让长辈透过录制广播剧更了解家庭暴力防治的观念，同时肩负着协助宣传的功能，也增加了长辈出门走走的机会，健康身心。也是感谢森林之声他们有准备那个小小的伴手礼，然后还有广播体验给长辈能够有不一样的经验这样。
那也是很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也让社区的长辈有能够走出社区去认识其他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事情，这样。对，那他们这些长辈的一些反应大概是怎么样？说知道今天要来电台录节目这样。好，就是我们有安排游览车，也是大家的比较让大家有出游的感觉，也是大家蛮期待的。他们都会有自己自备那些小点心，真的很像要远足一样。就是因为我当作演职啊，嘿啦，嘿啊，小朋友，阮家老公啊，小朋友啊，玩足安尼啊。真欢喜啦！系啦，真欢喜啊，都困袂天光啊！谢谢。这一次是邀请那个长辈一起来胜利电台，然后当防暴的主播员，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跟他们在练习这个稿子的途中，可以去了解到家庭暴力可以怎么求助，然后或者是发生的当下，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别人，自己遇到的时候又该怎么办，然后也让他们体验这个广播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很少这个机会可以来做体验，所以他们都还蛮兴奋，然后蛮期待，很希望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露出。俊逸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表示，为提升社区民众零暴力、零容忍的防暴意识，基金会从今年4月成立防暴播音站单元，期盼社会大众共同关心家庭暴力防治议题，透过广播传播的力量，让每个人都能免于家庭暴力的威胁，确保儿少都能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中成长发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基隆市政府从去年起跟企业合作，透过公司协力模式，已经完成了5座创意十足的公车候车亭，而第6座公司协力候车亭是市府跟中华邮政携手合作的行动邮车造型候车亭。29号在七堵邮局前正式启用，副市长邱佩玲、议长童子伟及七堵区的议员们出席典礼。新的候车亭以中华邮政经典的绿红配色，结合行动邮车主题，让民众享受更优质舒适的候车环境。2、1，七堵邮局候车亭启用典礼大成功，我们掌声。政府和中华邮政公司协力打造这座以行动邮车为造型的候车亭，正式启用，成为七堵新的打卡热点。因为光候车亭，大家后来觉得太单调了，那觉得可以加个邮政宝宝，看起来会更活泼。因为候车亭整个感受是，我常说我定位候车亭是一个移动温暖的家。希望给每一个在基隆，就像刚才议长说的，也许我们车子不够准时，但是在这里等，他需要有很大的耐性。看到一个漂亮的候车亭，一个温暖的候车亭，他感受会舒服很多。这也是我们希望在目前状况下可以带给基隆市民的。原本老旧候车亭变身箱型车，不但有车头、车身、轮胎设计，内部的设计也不马虎。启用典礼上，副市长邱佩玲邀请中华邮政公司议会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议员郑一芳、张耿辉、蔡旺莲等人共同见证。那这一座呢，是我们国营事业中华邮政基隆邮局来共同公司协力来合作，我想也是一个国营事业回馈社会的一个典范。非常谢谢我们邮政总局、基隆邮局以及副市长，还有我们本会的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共同的支持，让我们城市美学的改造上面再次的一个提升。那公司协力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再一次谢谢所有参与的人，因为有你们，我们又多了一个亮点。启用典礼前，副市长邱佩玲也细数这一路走来，要感谢各界协助，从设计到完工，过程相当辛苦。那个中华邮政的局长，他们在这里不断的不厌其烦的跟我们开会，甚至到最后都说设计师可以在上面签名，用这样的方式，希望可以造成一个更漂亮的候车亭。每一件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都是集大家的力量、大家的智慧。市府这一边的指导，还有我们基隆邮局这一边的配合，我们终于决定用邮车以及用绿色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来做规划。灯光方面也特别的加强了，就希望说以后除了说可以提供一个温暖的地方，让民众可以候车之外，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打卡点。这一次的合作真的是开过很多次的会，而且我们礼拜天跟昨天都还有在做补强的工作了哈。
在整个合作的过程里面，真的非常感谢副市长还有市府的这个团队，给我们很多用心的指导。七堵邮局前出现一座绿色箱型车，看似行动邮局，但其实是一座新的候车亭。出席典礼的副议长杨秀玉、议员郑义芳、张耿辉、蔡旺莲都忍不住在新的候车亭前拍照打卡。我希望说，我们怎么样把七堵、把基隆活起来？老旧城市就是必须要注入一些新的一些元素。那这个邮局刚好在邮局前面嘛，那也很感谢我们那个基隆邮局非常的就是支持把这个真正的一个具象呈现。我想非常的新鲜，也让我们市民在等候公车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一个除了四通关张之外，而且在这边等候亭也可以享受他们好像搭的一个邮局的那些专车一样，我觉得非常棒。大家都知道，以前就有的公车亭，它除了建物比较老旧之外，而且灯非常的昏亮。那现在整个做改变调整之后，这个夜晚的灯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小朋友不管是放学下课或者是补习下课经过，是很安全的，并不会让人家害怕。他现在做的这个好像有一个目标，好像这是邮局，就看到看那个邮局做的还不错。他会想说进去做会变成一个打卡点。会啊。我也想说，刚刚走到这边想坐公车，还会想要去打卡。会。市政府过去1年来已经成功和多家企业合作认养多座候车亭，位于七堵邮局前的候车亭是第6座，正式启用，又是一件公私协力成功模式。市政府打造城市美学，希望提供民众舒适的候车环境。记者黄少明、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南市一名55岁的王太太，因为压力大失眠，长期依赖安眠药，后来因为间歇性腹胀甚至剧烈腹痛，到安南医院就医。经过一系列评估跟自律神经检测，发现是忧郁症复发合并安眠药依赖所造成。后来经过药物调整跟经颅微电流刺激治疗，才渐渐改善症状。忧郁症是否造成激烈的腹痛？台南市一名55岁患者因超凡失眠，长期靠安眠药，甚至吃到3级管制药才能够入睡，一直到后来经常腹胀，甚至激烈的腹痛，才到大医院检查。经过一系列的评估与检测，发现是高几率的忧郁症复发，合并安眠药的依赖。这是一个年纪大的长辈的一个状况，他最近应该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并且合并一些身体抱怨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说这个状况这个个案比较极端它是以强烈的一个腹痛、持续的一个腹痛来做表现，而且一些检查并没有办法检查出他的一些肚子的一些实质上面的问题。然后但是他有合并蛮多的一些情绪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合理的推估他其实是有得到一个重度的忧郁症。后来经过药物调整，虽然有减少安眠药剂量与戒除3级管制药物，但为了避免药物调整以后促使焦虑症状复发或者其他的副作用，医师建议患者透过经颅微电流刺激治疗，搭配简化的药物辅助，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个个案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压力比较大，他就习惯的使用那个药物来帮助减少他的个焦虑，然后减少他的一个失眠的情况。那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一个安眠药物的一个成瘾。那所以我们其实有跟他做一个蛮细部的一个讨论，做了一些很精密的一个检查，跟他说他其实是有忧郁的一个症状，而不仅仅是只有失眠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因为跟他这样的状况做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并且合并一些心理的一些治疗一个调整，逐步的降低他的一个用药。当然那个机器 CES 对于那个失眠的状况也很有效，所以我们给他使用之后，他的药物也可以越减越多这样子。医师表示，这套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治疗，原理是利用微安培的电流量刺激使用者分泌调节安定神经的传导物质，进而达到放松、减轻压力。不过健保并没有给付，安南医院希望借由多面向的治疗与服务，提供患者多一项的选择。记者林根台南报道。
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